各位常住法师、各位莲友们，所有世界各地的这些非常发心的菩萨们，大家早上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非常高兴利用今天早上跟各位大家结法缘。我早上呢起来，我突然间想到说，我应该跟很多很有道心的人，他具备有道德观念而有慈悲愿力的人，我应该更加鼓励他，我们大家彼此结这个善缘。那么我要跟各位大家鼓励各位，这是我们的中心思想，也是我们做人自我的要求。我们心存美好，则无可恼之事。一个心存美好，我们都想好，说要说好，做要做好，每天以好的角度来去看别人，那么你就没有可恼之事。一种乐观积极的，各位不要悲观，不要消沉。那么以这一种乐观的心态来看待事情，我们就没有什么值得烦恼的事情了。世间本来就有缘的在一起，没有缘我们给人家祝福，对不对？你强求也求不来啊，不是你的绝对不会发生，如果该你的它一定出现。各位，这个就世间你一定要很清楚这个道理。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心存着美好，一切都是非常好的，都是善良的，一切都可以成功的，而且以后每一个人你要想说都是很健康的，大家都是善良的。如果你以这种心态，那么你在这个世间人人都好，与人相处都非常愉快，所以你就没有可恼之事。跟人之间，跟事情之间，没有值得你烦恼的事情，没有。所以我们一切唯心造嘛，你心里面想的念头是善良的，是乐观的，是开朗的，是美好的，外面自然呈现就是好的，是由你心创造出来的。心是一个源头，知道吗？你的一举一动，果报跟随。所以你的念头很重要，各位，你如果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，那你这个世界没有可恼之事。心如果善良，没有可恨之人呐。为什么？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大地的众生都是我们的六亲眷属。我们不知道转世几百次、几千次、几万次，每一次来，我们都会结很多的缘。那么结了这么多的缘，有的是你自己喜欢的，自己不喜欢的，可能你很中意的，可能你很讨厌的，这些多多少少都是我们过去的因果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怨恨啦、报复啦、敌对啦，不应该这样。所以我们要心存善良，没有一个让你可恨之人，没有一个人。各位，你一定要用这种宽大的胸襟来好好包容大家，尊重大家。这样子的话，大家彼此结善缘，我们下一辈子彼此见面就看起来很投缘。这就是你心存善良所得到的结果。做好人，身正心安呐。你做一个好人呢，我们不贪不争不求啊，我们也不气不恨不恼。你看，你做一个好人，对自己帮助，对别人帮助，对社会不要危害，对国家一定要效忠。那么你身正心安，你身很端正，心就很安定，你的灵魂非常的安稳，不会惊吓，不会害怕，不会恐怖。你不但是让大家来崇拜你、尊敬你，更重要是你的灵魂没有污染，灵魂没有背负着罪业，所以你睡觉魂也会很安稳，魂才是真正你本人呢。所以你在睡觉，你自然就非常安稳哦，很安心的，不会受干扰，因为你白天做的都是非常的端正嘛。行善事，天知地见。你看，你做一个好事，你尽量去帮助别人，发大心、发慈悲心来去做善事，天都会知道。地也会给你明鉴，天地有众神嘛，所有的众神他都会来监督你，然后给你记录起来，你行善一定有善报。你看鬼神亲，所有的鬼啊神啊都钦佩你，都敬爱着你，你一点一滴都是在因果当中嘛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最缺少这一种观念，最缺少。
而且非常的贫瘠呀。各位，你知道吗？大家都是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，不择手段的来去跟别人造成仇恨。你看这个社会就混乱了，不会稳定下来，不会和谐下来。为什么？都是因为我们的心太险恶、太奸诈、图谋不轨的心态太多了，恶念太强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，要行善事，天知地见，鬼神亲。你如果做善事，天地都知道，最后你的果报因缘成熟了，你积善的资粮都成熟了。而一旦往生舍报要离开的时候，所有的人敲着鼓打着锣砰砰的来迎接你，抬着轿子来迎接你。各位，所以你看这个多么重要的观念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必须做人千万不要说霸道啦，一直要欺负别人啦，想尽办法陷害别人啦，这些动作你不要以为说没人知道，天知地知对不对啊？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些都很重要的观念。如果你具备有这些条件，坦白讲，你现在很安稳、很健康、很长寿、无病无痛，那么来世你往生另外一个世界更幸福、更安逸啊！我们深深祝福大家具备有这样正知正见的观念，很重要，这修行的课题。阿弥陀佛。